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咱今日的市民新声节目的台南知名企业家的专访哦，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大人物呢，会当讲是哦台南真出名的台南职工，甚至呢伊嘛是扬名国际台湾职工。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呢？因为这位企业家哦，伊所参与的一寡建设的作品呢，大家听看麦，真正做厉害，包括花莲的海洋公园，也有仁德交流道的大佛，大家是不是拢看过？还有奇美博物馆，还有高雄卫武营的国家剧院，而且不只是伫台湾安尼鸟，伫全世界呢，也有香港的海洋公园，还有呢澳门的威尼斯人酒店，以及新加坡的环球影城，还有呢全世界有6座的迪士尼乐园，对不对？其中有3座呢，他就都有参与，是不是这厉害呢？荷兰今晚呢，就为大家来介绍这位，就是豪门国际开发的简廷在董事长，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是哇，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访问到简董事长哦。因为这样子一个国际的知名人物哦，哇，大家一定非常的想要了解说，为什么哦，他会有这个豪门哦国际开发这样一间公司，然后扬名国际。那可能很多人哦，非常想了解说，我们的简董啊，你就是说，你的个人的一些背景故事，其实我觉得我稍微有研究过，非常有戏剧性因为就是说，原来你取做豪门国际，但是好像听说你是出自寒门，对不对？是的，因为在从小啊，就在一个比较偏远的乡下出生的，在嘉义对不对？在嘉义大汉。就是因为出生你在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那其实我最感恩的是我的父母亲啊。你的父母对，因为出生你在这个贫穷的地方，那从小爸爸妈妈就历练我们一个很多专长的手艺。包括帮家里做事情啊，还有剪番薯啦、刻刀刀、刻番薯，以及等来倒猪崩啦，这等等的手艺啊，这你都爱做哦。就是从小国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最感恩的是我的父母亲，给我这么小的时候就历练我这些技能技术。那有一寡囡仔会感觉讲哇，是安那互我遐尼艰苦，你拢袂感觉讲安尼做艰苦吗？当时在小的时候，在记忆有印象的时候，因为家里贫穷，因为无田无园，厝的徛的所在，就是说我出生寒门，但是我家没有门，因为堪称不上寒门，连门都没有。对，所以从小就看到那种场景啊，就是说。趁落雨、透风太时，阮爸爸妈妈就爱互阮啊种，一直赶，一直来赶出去。就是说，趁落雨、风太时，就是故意要赶你走。为什么呢？因为阮阿公来以阮大迄个所在，就变成登记阮阿一个名下。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名是阮阿一个名下，所以就变成说。这纸头嘛无你的名，纸尾嘛无你的名，你为什么要住这？都常常借由这个风台落雨的时候，透风台落雨就一直赶你出去，就是制造你的压力跟困难。对。那我觉得记忆在5、6年级的时候，4、5年级的时候，只要有记忆了，常常看那种环境，那就是说，就心里说很不是滋味哈。对。也刚刚讲爸爸妈妈定你用欺负。那就是一种励志，就是说我出社会一定要认真，要打拼，我一定要成功，我不成功不行，所以我才出生于寒门。那我要打造豪门，所以我公司在立志啊，开始在火一个豪门。那这豪门公司是这样而来。那因为我一定要成功，那为豪门世家服务，也自己制造我自己的这种从国小从那种有记忆的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成功，所以是因为安尼公司名是安尼来。
哦，所以呢，其实做简董真的是出身寒门，连门都没有的寒门哦。但是呢，就是公主细汉伊的怎样讲北部的辛苦啦吼，所以家己嘛立志一定要成功，所以呢，把这个自己的公司取名叫豪门，而且呢，就是简董也是真的，从贫困的生活当中，然后学得了很多的技艺，就包括说，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学着去做，所以从小其实你就非常的独立，对不对？是因为。爸爸妈妈要去做新嘛，做电农，去做工，所以伊要回来食饭，咱回来做来斗煮饭。爸爸因为总无去做工，伊就若寒天就卖臭豆腐、卖蚵底，若热天伊就去卖蚵冰。那这热天就爱去交伊塞蚵冰去餐庄，去阮庄头里洗。那时候细汉的时，那时代囡仔根本无才调来去买蚵冰，拢是摕番薯、摕歹冬菇下，摕来换蚵冰，所以以物换物的这种交易啊，所以就伫细汉的时就培养这种会塞蚵冰啊，就卖臭豆腐这样的环境，让我就学了很多这种体验跟技术跟这种技能。所以我足感谢我爸爸妈妈，也当时细汉就我训练这种才艺啊。真的就是从小就锻炼你说怎么样去经商对不对？哇，所以是现在很多小朋友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今麦做囡仔做好命就是只要负责读册所以反而简董可以透过就是说生活比较辛苦，但是呢他可以透过这样子励志自己，然后去学了很多技艺。然后我们知道说你好像是从嘉义然后到台南来读书嘛，是读南一商工，因为在家里贫穷那。因为这个环境啊，阮妈妈就去庙里跋杯，跋杯讲才住伊遮伫遐久，安尼拢也无啥物业绩，也无啥物成就。那讲阮哥哥拄仔伫台南去做工，拄仔有一个机缘，讲无迄个头家有一个厝要租愿，讲租阮哥哥，阮哥哥无讲你搬去台南，阮妈妈就去庙跋杯，跋杯了，迄个庙。即个是印衫上杯，讲你较紧搬，迄庙讲了，搁来坐到你较紧搬，较早搬啦好。我妈妈讲惨嘛，要搬，身躯也无盘缠，也无经费，也要安怎搬，也无钱，也要安怎搬，就去到处借钱。你出产甲要贵了，哪有可能人要借你钱？对啊，无可能。然后后再找到阮眉山一个金婆，有支持阮妈妈来借钱，所以阮才顺利搬来台南。搬来台南来到永康，嘛唔敢坐车啦，来到永康火车头，就开始用行到台南。迄个时代是安尼，行半路，阮有诶这种看着讲徛，较早拢搭3轮车啊，看着讲哇，阮规家伙安尼有叮叮咚咚一寡车档看阮可能也行远啊，要咱载，阮妈妈嘛唔敢互载，讲咱囡仔载行无去啊，所以就拒绝了，所以阮就行到台南嘛，离盐行。所以你这样的话，这种情境，那我就国中就顺理自然我就搬到来就读那个永康国中。永康国中。那永康国中就读，我最感恩的2个老师，我印象最深的，我的工艺老师李惠美老师，工艺老师，美术老师王培老师，对我这种看到我在转学之后，他对我这个印象也是比较好。那就是等于鼓励我、指导我美术工艺，让我训练这美术，产生那种兴趣，那融入因为老师的鼓励然后加上他的关爱，加上他的辅导，那就是我对于美术工艺从小我们爸爸就历练我，到了永康国中，黄培老师跟李惠美老师，哇，搁这样来支持，搁这样爱护我，搁一直在引导我，那鼓励就会让你产生一种信心跟能量。那我就对这种美术工艺就特别的兴趣。所以说，我若一礼拜你要等因2个课，等下因2个课会上，我做欢喜啊，做欢喜讲我李惠美老师跟王培老师这2个课是我的专业，我的专长。顺利就离永康毕业了，我就到南英高职。南英高职这个是咱迄个商科，商科内底有一个广告科。那我就到了南英的时候，阮一个美术老师看到讲，
我的工艺跟美术就是这么那么很厉害、优秀，有这个潜能啊，有这个潜能。结果他就拿选的讲，伫南英的时候就拿选的讲选的校队。校队就参加咱全中国比赛，即个讲台湾较早就讲全国技能竞赛是。报上第3名了时，就当报上去艺专。可以保送很不简单呢。保送不简单，对。那时候就被拣选为校队，校队有时叫做拢无啥上课，就一直在训练你的技艺，这个才能啊。对。才能又画画，所以2啊3当为2啊。互阮老师培养起来，嘛顺利参加全国比赛，得到第2名，报上迄种艺专。对。但是因为报上，因为你到第3年的时阵，就报上的时阵，拄啊要做兵啊，迄个兵期才剩半当。那时候说，安怎要报上？其实我今仔会当读到高中毕业。其实我最感谢是阮哥哥甲姐姐。阮哥哥姐姐是伫我印象当中伫草地时阵，其实就细汉就无啥看到因啊。安怎讲呢？因读册无啥读册啦。阮哥哥也去做苦劳啊啦。姐姐时还未毕业，人就去带做行规啊。所以几乎也没有留在我的小家庭阮哥哥甲姐姐人讲。我这同细汉的查甫的，因拢无读册，咱是毋是咱应该互咱细汉的尾仔查甫尾仔囝，应该互伊读到高中。所以感谢我家己姐姐甲哥哥来支持我，互我会当读到高中毕业。这是足甘心的了，对啊。所以讲我当到高中毕业时，虽然是报上艺专，伊家庭的经济。根本就无可能无好就对啊，嘛是无法度去读无法度可以读啊，所以就咧等做兵。等咧做兵的时阵，这前半冬，当兵期当时要到，毋知，我就去找一个做业务外务员。那时候外务员就上会嘛，上会拄好我找到这个文具公司。对。足甘心的，足感谢，就讲碰到这个好的头家啦，就这钱伯德这个总经理，伊就带我伫台南市去挨家挨户去店面去行销，去推销物件。带我去推销，我就有感觉，讲生意是安尼做的呀。原来社会的生意是安尼做，这个让我启发讲，要去行销嘛，要去推销产品。了的时阵，转来时，伊搁来带去工厂，看迄工厂，你制作，因为伊有销一定有物件，物件是工厂制作的，伊搁带我去工厂看。我看到工厂制作这个工艺技术，我一个看，这个我嘛会晓啊。你嘛会晓？我一看我就说，因为我的工艺技术美术也特别强。很强啊！我去看到这个做边做这浮雕的时候，我讲这个我也会啊。那心里就有一种很有兴趣去了解。是。那并去看去体会就是说去看伊安怎做，看伊安怎来制作。那心里就有数，讲这个我嘛会晓，我嘛法度做，是这样来，就产生我兴趣。你看我这做兵，做兵前是半冬尔，拄好半冬就是调去做兵啊。那我就在那边待了差不多不到半年，那就顺利就，经单来去做兵了，我去做海军，海军是伫咱迄个左营，那我左营去伫这个军校，那个训练中心。甲军校加起来都6个月，嘛6个月我就利用拜六礼拜出来放假的时阵，过去做营鸡啊，就照我这个钱伯就教我，这个头家教你，对，这个技术，这个know how啦我就去这个做营鸡啊去推销那个边啊。推销边共款就叫迄个工厂拿寄来，叫伊，就这样子就产生，就是说，那我就在当兵的时候，我就在市场推销我的匾额的浮雕，这匾额的浮雕就是有一种吉祥，一个像做兵要退伍，就是这个鹏程万里咯，对，这个一个吉祥语言，这个吉祥的构图，非常漂亮的这种创意设计这样，这个是我做营。做营的时代，
那这样半当你事校毕业了的时，是要调分配部队，我分配去这个平湖。平湖我坐船过到平湖时，阮拄伫通信站陆地单位，虽然是海军，但是我伫陆地单位通信站，就是阮咧上下班吼，有总机咧接电话，这个通信站。对。那我们是很幸运的啦，哈，就分配到这个单位。那这分配到这个单位，我们这几个月了，阮站长你讲阮的这个外岛，因为阿兵哥都是晚上很无聊，无地去，阮一个原地老士官长，就有一间福利社，互暗时啊，这阿兵哥若无聊的时，会当食一寡物件啦，添个肚子饱、温饱啦，还是养一寡小菜，他们可以聚一聚。对。结果阮的士官长，向讲伊无爱做啊，无爱做的是阮站长就非常的困扰，讲因这个咱无这阿兵哥拢外岛的吼，无这个福利社袂使。对啊。伊就这个阮在早会的时候，伊就来宣布讲，那啥物人有兴趣？要来经这个福利社，那有下要经的家手，那时候我就第一个举手了，讲那就是我，就是你，对，我就自我分享，我就自告奋勇，就去争取。果然，阮站长因也无人举手啊，只有你举手，只有我一个人举手，那我就去进去做这个福利社，承包福利社。是。承包福利社之后。阮的这个大伊的经营，搁凭原地士官长这经的时代，搁较好。因安那，我会晓炒菜，会晓煮饭，自细汉训练的啊。我就足感谢阮爸爸妈妈就晓训练，我你嘛咧做，阮爸爸妈妈咧带你出来台南的时，嘛咧做早餐，你卖早餐，所以我学到这个餐饮技术诶。对，我就离遐来经这个福利社。阮站长有够欢喜的，因啊。卫生也好，品管也好，这菜色也好，这个口味也好，拢赢阮咧较早咧士官长。所以我生意就做好，有够好诶，都拢做暗时做到11、点。11点我透早人爱早点名，我就变阮站长特逼了，就不用去早点名了。所以我会当收做较晚，会当较晚收个。在家可以买菜去补货。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军中的一个生活3年，但是在3年期间呢，我在澎湖也常常出去推销这些扁螯这些产品。那我推销这扁啊，这个蝴蝶扁螯的这个嘛是挨家挨户，利用礼拜六、礼拜天就去推销。那推销时候，我就通知原来我那个工厂，原地嘛会得提工程，我就寄过遐，了那去大家会。分配去分这门市，就是这样的辗转过了3年。这3年很快就过去了。那最后阮站长也感觉讲我要做了福利社，我要做了很多这个，因为不妨碍我的工作的这种在休假的时候做的事情那就当面了讲，这早会时讲，哇，你看。你们都是要从家里寄钱到澎湖来给你们收费。你看那个谁啊？你看我简廷在都是他在自己的赚钱，自己的存钱。存钱还可以多寄回去耶。你做对啊，那时候我家里也很穷，所以阮哥哥嘛定敲电话讲，去到我伫平湖做兵，佫敲电话问讲，仔你有钱无？我行者因为厝要爱什么钱，我就要寄回去。那当然我伫遐做生意有一寡。存款，有这业绩，到出来先退伍回来，那我就想说，那我这些钱本来要买一只舒服达来徛，因为咱村嘛无济嘛，那买来买舒服达来徛，是讲我要做生意，要来买物件，还是要买舒服达来徛？那时候做流行的舒服达，我们心里想说，少年家嘛，看到舒服达都很向往，要买，足冲动要买。对，阮哥哥阮第3兄哥就讲，仔，你莫买。你煮点钱，你留咧去买材料，你去做。你也要靠倒摆我迄只车互你徛。你看我哥哥对我这么好。对啊。对，又在支持我，所以我做这赚这钱我就离阮厝的早餐店的铁皮顶管顶成，我算2楼半就在伫3楼顶管，我就盖一个铁皮房，就伫楼顶下底
一楼做早餐，二楼困。三楼我讲三楼半，我在顶3楼顶做一个提米网，伫遐加工，伫遐制作。所以伫遐就暗时啊，拢开始拢会去百货公司看一寡灵感。转来时开始捏迄个浮雕。就把创意设计，怎么样让人家这一幅图案看起来又漂亮，又有意境，又有祝福的味道，然后又有吉祥味道，让人家感觉美美的，你人会来买。就是这样的话，辗转就开始投入了这个著作工厂。那时候是当兵回来而已。对。那这当兵回来很年轻，那时候就伫做的时阵，当然需要人手，所以。我搁等于阮大南国中阮大南大埔米，阮一个张老师，阮张老师看了讲我这么年轻在创业啊，伊真支持我。伊就讲，那这样的话，我等于要找看有工人无？因为伊就来斗3工，伊遐学生高中国中无要读册，拢是偷走学啊，拢。逃学如无拢无去上课，拢一礼拜走几下工拢无去上课。然后伊就拿这学生来推荐互我，介绍讲，因为伊无要读册，互伊学一下技能，所以伊当介绍来我家，介绍几十个来斗3工。那时候也让我有一个有骹手过来斗做。那时候也是帮我很大的忙。你的贵人好多哎。是。对啊。所以一路来都非常感恩，又感恩我爸爸妈妈，感恩我的哥哥姐姐们，还有感恩我的老师，还有出社会碰到我们全国的老板。对。那我又感恩我嘉义的大林国中的张老师。对啊，因为你这少年头家，他也算协助你创业呢。是，对，这甘心的啦。一走路来都要因为斗3工，所以一直从一直，我讲拄啊出社会，毋捌领过薪水，拄啊毕业领那应该6个月迄个时段所以一直就讲，伫迄个时代伫做的时候，我遐因为迄个这学生伊无爱读册，无代表伊读较歹。他们会对工艺技术，他也有来教，他也很快就学会。对啊，因为伊不一定爱读册，因为对技能方面、对手艺方面有兴趣，所以我们就培养他。那我正好那么培养几个头家出来，以后伊嘛是即摆拢做这道。过来我较早伫做创业的时阵，我就带这些。有些拜了要拜，爱带因去消遣一下去佚佗。我去台南市游泳池，我们一起去游泳。那我们在游泳的时候，哇，阮这当然这学生啊，伊就来当然也互相称呼，伊来叫头家，那旁边有很多人做滑头。我讲你拢高囡仔哪有头家啦？一群的小朋友哪有头家啦？都找滑头，你要找无头家。是这样。但是在那场景，我们看得很欣慰啊，就是说自己就刚刚讲，那我从小要立志，我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比人更努力。那同时，我伫楼顶3楼。我就在那边做，拢做到3更半暝，做到11、2点，无到饭点。我妈妈伫2楼困，因为起起哭哭个楼顶起起哭哭，她知道我还没有睡，然后爬去3楼，去拉门，你钱，你的工课惊人做会晓，无你在做到，即马都翻点嘛，翻1、2点嘛，你唔去困，你惊你的工课人来偷抢去做。所以时时常常的烦恼，我们做过头了，爸爸妈妈心疼，反而会骂我们，你是这样的熬夜了，每天熬夜这样做。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企图心跟能量，跟着这样毅力？因为就是因为我细看到阮爸爸妈妈伫阮的草地，迄个情景让我印象很深。那我出来社会，因为我没有比别人聪明，因为我相信说。勤能补拙。我只要比别人更用功、更认真，我一定要创造我的机会。所以，我一天人是12点钟、24点钟，工课是12点钟，我拢当作一天当作2工用，所以都舍不得去睡觉，都要做到一定要做到12点过。这靠有去放手。所以你这样的情境，所以一直在努力在
对于我这个兴趣，对我的工作我也非常有兴趣。因为讲，因为工艺美术本来就是我的专业，就是你的兴趣，对，就是我说，我把啊我的工作当成我的兴趣，也是我的融入的兴趣，也融入我的情感。所以因为我做嘅作品，我一定爱做同好，啊嘛，那个同介有创意，同介有那个优质的质感，对，这是我追求的。我说美术有美术的生命，美术若无黄金比例，美术有作品，但是看3个月、看2个月、看8档，可能就爽啊，对，就失去了。如果会当啦，这个作品，互你看3档、看10档、看100档，哪看哪耐看，哪看哪欣赏，哪看哪好看，啊，哪看你个300档嘛足好看，这是叫做艺术生命，那艺术生命的追求，这是我一直在投入研发，所以偏偏一个作品做出来时阵，有无共款的感觉，有的是有样，无精神，无生命。我做的作品是有迄个形，但是佫互你做耐看，互你做欣赏，哪看的哪。是的，那味道你就说很耐人寻味啦。所以我过去咱伫台南，我们那做几个咱的景点建筑，这20当前的国威英堡，台南的国威英堡汽车旅馆，以及荷兰村汽车旅馆，以及皇家汽车旅馆，还有以及豪士登汽车旅馆，这是我那30当前的作品。对，因为做了前，我的1992年就去大陆了。对，那刚好去大陆1992年，那1998年，刚好我那个咱台湾赵腾雄这个远雄企业，对，在花莲有一个花莲海洋公园，他就在寻找这个对艺术建筑有比较有专长的，对，他找了整个台湾，那刚好我知道这个信息，那我去参与了。去沟通，那我就把我过去的那几个作品让他看，他说：“哎，我们对于这个艺术造景、艺术工程蛮有底子的。”对。后来顺利以真大的这个06区一个区啊，专区啊，规个拢发包给我。就让你做。对，发包给我，这1998年。那当时发包这个06区，这是规区的啦，等总包啦，这当总包，当总包。阮哥哥听到这个消息，真烦恼。伊讲阿仔啊，你过去拢做单一的这个建筑对，这你会晓做，应该无问题。哇，你怎么做中包？迄一个园区遐大，你敢做中包？那我那时候我想，因为难得的机会，尤其这个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专长，所以我就投入，我有一个信念，讲。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嘛，有一个想法讲，我不做则已，要做一定要做到最好。那我就说，哪怕下地狱也要走一趟，有这种企图心，就我就毅然决然，我就整个团队带到花莲去，在花莲就租一个厂房，这边扎营了。然后我就离大陆生产，离运过来花莲，然后伫花莲伫遐安装制作、画图、设计等等拢伫花莲，然后图发过哦，这个大陆生产运转啊，但现场安装起来，顺利的、很快速的把它这个呈现了。现在台湾花莲海洋公园，对啊，海洋公园。当时台湾花莲海洋公园有够出名。当时我做这个花莲海洋公园了，这个1999年结束要开幕进行，我们整个团队到一个庆功宴。在庆功宴的当时，我就跟澳洲设计师以及所有的团队跟我们同行的，大家就在喝酒开心，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心里的感触。我就讲，我们花莲海洋公园虽然结束，但是我们的人生才开始。他们听到这句话，大家就拍手。他说：“你是要选议员然后怎么会讲这种感触的话那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我知道我们的作品用心做了，别人看得到，世界看得到，看到我们的作品，所以我说，虽然工程结束，但是我们人生才开始。对，这是我对于我的工作的主轴。对，我希望我每做过的一个作品，让世界人看得到，
那就以后是我的机会。对，所以我是存感恩的心，存这种我的兴趣，我要铸造到最好的那种信念，所以我非常有信心的，就在当下讲这一句话。那果然，哇，果然，我在花莲海洋公园真的被世界看到了。我们澳洲设计师对我们的作品非常的赞美，而且把我的名片留下来了。经过几年啊，在2002年，那等于经过差不多4年嘛。对。我忽然间接到一通电话，就是说，澳门打过来了，然后澳洲人打过来，他说他的朋友介绍了一个设计师，说听说你们在做花莲海洋公园的设计师介绍给我说你们做得很不错，所以要我来找你们。那我找我，但他说澳门。那我说，这么巧，在2002年，我刚好在深圳那个厂是租的，拄啊去你这个竹海买地要起厂，我都买了4万平方米要盖厂。接到这通电话说，这么巧，澳门跟珠海是很近嘛，30分钟的。所以说，那我在那边刚要盖厂，那你是不是我们可以在珠海大家交流一下？就这样。我就给他租一个办公室，租人就徛去当办公室。这工厂也没有这一块地而已。结果我就请他过来跟我交流。我交流就谈到就谈理念、谈技术、谈方法。他果然很信心的，他看到我们的专业，谈得很专业，而且让他觉得说他把这个案子交给人，我放心了。他把这个整个案子交给我。就在2002年起，咱渔人码头，第一个在澳门的渔人码头。对，澳门回归之后是第一个。开放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澳门渔人码头。那我们有幸啊，就是参与了整个的澳门这个渔人码头的雕塑的艺术工程。这是2002年做的作品。我说我们做的作品，说我那一次话在印证了，我们虽然工程结束，我们人生开始才刚开始。对，因为澳门你知道吗？对，在这个从回归之后。他在2002年开始经济起飞，从澳门渔人码头开始，接下来因为我们结束之后，马上在2004年，马上那个澳门威尼斯人，又要打仗，要再找团队，那自然就不是我们找他，都是他们来找我们，打出口碑，又是来找我们，那在找我们的时候，要我们去参与，那因为刚开始澳门那个是一块荒地啊，那然后就。我们的组织飞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那边有一个原来的威尼斯人酒店，那我去那边5天，一天困无2点钟，我一直翕相，结果5、6万张的相片，因为我心肝来想讲，这若万不里若色角差对一个翕无到，转来免那画图，免那设计，免那人原貌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唔甘愿去翕。人讲你去美国拉斯维加，你有去算一下无？那时候没有那个新建啊，全部都在拍照，都在拍照，所以融入了拍照的几万张回来，才开始画图，开始设计，然后再雕塑，然后开模铸造，然后再安装，呈现2004年到05年、06年、07年。澳门威尼斯人开幕，这个到这个整个几年都一直在投入的创意设计跟雕塑、开模、生产制造、安装，就澳门威尼斯人那里里外都是豪门的薪水，也是我们的作品。真的很厉害哎！所以其实你从海洋公园那个建案之后，后面就陆陆续续都是国际知名的建案一直推出，因为大概就是讲哇，看到这个作品这么好，人家就主动找你了，对不对？所以因为从你刚刚我们在讲的，因为我们一直没有业务部门，都是他们来找我们，所以不需要业务。就是因为这样子，也造成现在豪门这样一直在。就是说，都是主动性的客户，才欣赏豪门，豪门才有办法去做到那个工程。对，因为如果他不欣赏我豪门，根本我们没有机会。就像刚刚在讲威尼斯人，是他们找我们的。对啊。那另外我们在做威尼斯人的时候，同时在2006年，那香港海洋公园以及那个香港迪士尼扩建工程也来找我们了。那我们又参与了香港海洋公园，又参香港迪士尼，
这样2大的一个主题公园，对，我们顺利在07、08年都完成他们的主题公园，然后我们做出口碑了。对、啊，那自然而然，你看新加坡环球影城也主动来打电话来找我们。对啊。那新加坡环球影城也是我们在顺利的接洽当中，我们把它呈现出来，是2009年。那么10年，我们更显了，更让我们震撼了。突然间接到一通美国来的电话，美国迪士尼设计总部要我们过去交流。哇！那我想说，迪士尼呢？对啊，迪士尼的文化创意主题艺术的这种渊源，他找我们将近50、60年之久，对不对？但是他在美国不找，怎么会来找到大陆？大陆那么大的厂商不找，怎么找到珠海？珠海这么多的厂商又不找，为什么找到台商？对，那时候心里就非常说尽量给了。后来我们跟他对话之后，他就说希望我们安排能够飞过去美国那边交流，结果我们顺利的按他的时间，我们会到美国加州迪士尼总部跟他们对接交流。对，哇，原来去跟他这交接之后，我们再了解他把过去的优劣优弊就呈现出来，跟我们对接。所以他们第一座作品是在1955年，开始打造第一座的迪士尼。对，因为那时候他们开始的时候都以传统的工艺、传统的建筑的手法，就是说一般的瓷砖一般的木头一般的石头，去打造现在的传统的这种建筑的工法。结果打造之后，他们营业了3、5年、5、6年之后，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风化啦、龟裂啦、老化、漏水啦、脱漆啦等等，气候的问题就是没办法长期维护。他们因为主题公园生意这么好，你不能停起来来整修啊，而且游客你在整修是非常堪虑的，非常危险的，所以他在很头痛，一直在研发、再研发、再研发，研发之后再就做我们现在目前在做的 GMRC 的技术工艺。那我们 GMRC 技术工艺，它就告诉我们说，这种工艺是最好的，最便捷、最有效、最成本最低，而且最快速、可塑性最高、最安全，就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建材，对不对？是，所以那时候就交流之后，我们更加有信心，我们的工艺技术被肯定了，对然后也顺利就是说跟你们分享说，为什么找我们到加州来开会，因为他要打造一个纪念华特迪士尼先生创业的故事。因为华特迪士尼先生在家里也是很贫穷，非常落后的地方，所以他从小学毕业，就身上带了4块钱美金，从家乡坐火车坐了几天几夜，到一个卡塞镇。这他下火车了，但是下火车，他人生地不熟，怎么办呢？他就在那边到处去找工作，打零工，做捆工，去做临时工，就是这样去打工。那因为国小毕业而已嘛，那么小，那你做临时工，当阵因为做困苦，所以他在那边边做工，那因为他对美术也比较有兴趣，跟你一样。结果他也是在那个暗时无聊就帮画图。他一开始是画米老鼠，米老鼠画成，成了一个画册。对。然后可以开始推销，要叫印刷厂来印，那被很多印刷厂都拒绝了。好不容易一个印刷厂的老板同意了，要他过来谈了，要他过来谈，就谈价钱。谈价钱谈不拢。他一定要多少，他一定要多少。那老板跟他讲说：“你不答应没关系，我也可以印。因为你的资料我都有了。原来华特迪士尼先生被他的同事朋友出卖了，他把那个稿也给他了。所以他就很伤心了，就很伤心，这个没有谈成，而且也没办法，这同事背叛他了。结果他就回去晚上也睡不着觉，那么烦恼是未困呢，看到。因为伊住迄个仓库这仓库有迄老鼠在走来走去，
结果他就看到这米老鼠，那我的兔子已经飞了，那是不是跑掉了？是不是跑了？那我是不是我就画老鼠？开始从那个老鼠开始创意设计，创意设计变米老鼠，是这样的。但是我刚才讲，他在那卡镇出社会的这个故事，但是我们整个团队希望把他人生的第一脚步，就是出社会的第一脚步，把它出在这整个镇上，把它还原，从设计去考察它整个的部落，这镇上的一个风貌，还有文化，它里面的这个的场景，开始画图，开始把它设计，然后变成打造起来，变现在的加州的新的主题公园，它是纪念华特迪士尼先生他的故事的一个人生的第一步，从4块钱美金变成现在的一个主题公园的一个帝国，这是一个人生的这个创业跟他的毅力啊，他的执着呈现出来的艺术文化的价值，美术艺术文化价值是无限的。你看一个米老鼠、唐老鸭，它可以演了将近100人，不褪色。如果我们用人去演，可能从年轻可以演了3、5年，不到10年，我们年纪也老化了，对，人都变形了，都没办法再演下去了。所以你看文化产业有多重要。你看美国发展的文化产业带来的整个地方的财务税收，以及人民的这种优质的生活，以及我们这当地的这个就业机会，尤其赚来国家的外汇，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国际旅游它是赚国际的这个外汇的这个财富啊，并不是赚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个口袋的钱，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它定位都国际化了，非常不简单。所以迪士尼这是2010年，我们也顺利把它完成了。在做的期间，他告诉我，哇，豪们，你们做的非常漂亮，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在大陆可以这样的品质，比我们在美国这个艺术工艺啊还要好。他说，我们上海迪士尼有机会让你做，我们希望你来打造我们上海迪士尼。那时候我们在想，在工作期间嘛，你想说可能让上海迪士尼到何年何月我们不知道，那只是有听说，那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果他就跟我这样的承诺，这样的讲，那我心里想说，可能在安慰我们嘛，在鼓励我们，听听就算了。这个是顺利把这个2010年完成的美国加州迪士尼。那在2012年，我们也顺利的就被长荣珠海的长荣甄选为我们的工作伙伴。我们从他的这个创意设计开始。那我遇到我们这个苏老板叫苏志刚，长荣的老板，他对我讲一句话，说他是广东人，他说阿甘啊，你要把最好的给我，最好的设计know how给我，最好设计团队给我，你要最好的材料、最好的工法，你要做这给我，我一定要超越迪士尼。我一个卖猪肉，早期也卖猪肉，这个变成转型到主题公园，有这么有企图心。他们跟我讲说，他要超越迪士尼，他要把最好的给他。通常我们台湾人的这个心态，找到我说，干的啊，我因为我唔像迪士尼遐有钱，我嘛无像迪士尼遐有规模。你就有迄边角了，有一个母爱遐物件，红啊拿倒倒就好啊，装好啊笑啊。这个反差，因为我们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反差，的确是让我们很对我们苏志刚这种一创业的这种定位定天下的霸气，他就一定要第一个大陆第一座主题公园，文化主题公园，他这定位要超越迪士尼，叫做立大志行中志，立中志行小志，立小志行无志，不立志变废物。那苏志刚定位这么高，这么大气，要超越迪士尼，当然他做出来的品质，做出来的这个作品，那当然不亚于迪士尼了。是吧？这个是他的成功的典范。对，这是珠海长荣的一个主题公园。那当然，我在2012年，也在同时，我的工程量最大的这一年，我工程量算是最大。
我又做了，长隆的海洋王国，又做了它的红金湾酒店，又做了我们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同时，这12年我做了我们左营高雄的魏文国家剧院，四大剧院，也是我们的作品，刚好都在12年。那我们刚好这集中这个时间的话，我们非常忙碌，而且量非常大，因为长隆给我的量体啊，几乎到了80%的工作量。所以这方面呢，我们那一年的确发挥了整个团队的精神，把这几个项目啊顺利完成。来完成这整个的，让他们顺利的开幕。哇！这是2012年。对。那2014年，我在无意当中，又接到一通电话。这一通电话是上海同济设计院，打电话给我，我接了这个电话，我说：“奇怪，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他告诉我说，因为美国那边给他我的电话，就是说他们把上海迪士尼的图从美国已经转到当地的设计院了。是。这在他找的是同济设计院。同济设计院做这个图，因为过去没有盖过有主题公园，他这个先画图不知道怎么画，他不知道怎么去画这个先画图，然后他就跟那个美国迪士尼就跟他讲，你要打电话给豪门嘛，豪门这个技术就会跟你沟通会交流。果然就是打电话叫我们过去，把技术移植过去跟他沟通、他交流，然后整个就把在14年就把设计图把它最后的先画图把它设计出来。对。到了15年、16年，我们很顺利的把上海迪士尼把它完成这个项目。哇，真的很厉害耶！全球6座，你们就做了3座。对啊，而且后面的技术更好，对不对？就不会受到天候的影响嘛。是，因为刚刚在讲说，因为有经过迪士尼的设计总部来交流技术，因为我刚刚在讲我们这几个都国际集团的这个项目，我相信我们对国际，我的人生跟水混怎么混是很重要的。那因为台商有这个机会到了大陆，到了这个珠海，就是因为有这个平台跟国际集团。这些高端的技术、跟高端的设计师、跟高端的这美术总监，我们一起为伍去打造每一个作品。那每一个作品都要更好，再更好，再更好。所以不断的 update， 不断的精进了。所以我们在打造的每一个作品，我们都是非常投入，也非常用心。所以研发出来的，我们在讲 GRC、GMRC 这个材料，这材料我们。看起来石头不是石头，看起来木头不是木头，而且比木头、比石头还要更耐候性、更耐用，而且可塑性更高。那可塑性就是说，你要做哪一个时代的石头，或哪一个时代的木头，因为每一个时代它的肌理、它的变化，它是有感情的，肌理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经过300年、500年的。这个洗礼呀，这个洗礼之后，它出来的质感，它完全不一样，跟新的平平滑滑一定不一样。所以迪士尼城堡，你看起来是好像一个座城堡，有300-500年的历史价值，但那个看起来非常亮丽，非常新鲜，非常惊艳。那这个反差看起来很新，但是看起来又有人脸的纹理的这种洗礼过，这个反差之后创造一个艺术生命的价值。如果说我们要用平板呐，用表面没有去探讨它的岁月年龄的肌理，那随便做这印模啊给它打给了好啊。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把这个技术能够带回来台湾，我们在呼吁说台湾或者台南作为文化古都的素养，台南这个首都嘛，能够也是文化底蕴最深的。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技术工艺，能够引领回来，在台湾来打造一个文化的一个艺术建筑。因为在传统的建筑就是比较单一的，你看起来就是说，1-2年、5-6年就很新，但6-7年之后，哇，那就感觉说。那不怎么样的，那艺术生命不耐看。那所以我最近我们回来，
在台南安平扎哈木公园的旁边，我们是买了一块地，对，这一个 test 就把它就是把上海迪士尼这种文化的底蕴，包括技术，包括工艺，就包括这个设计的这种文化的背景，通通把它导入这个城堡。一个叫做我们，所以其实大家有看到就是最近已经快完工了嘛，是，对，所以很漂亮，就是那个城堡的造型。是，所以我们想说一个先这个 test 做一下，就是说让它变成说，我们住房一定要呆呆板板的吗？还是要可以有融入我住了在一个艺术里面的一个城堡里面，还是要四四方方，这个比较简约平板，当然这各有所趋。是，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刚刚在介绍豪门过去20年前打造的这些汽车旅馆，到目前都是非常这个景点建筑，看起来还是很经典哦。到现在还是很耐看，对，很耐看，对，很耐看。它不会说看起来松松拱拱，不会看起来好像是哇，好棒的城堡的那种建筑啊，但是也要有艺术生命。那我现在再回来打造这个民宿，这个城堡，也是因为有这种情怀，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技术能够引进台湾，也能在台湾这边做这个第一起的豪门艺术建筑。能够把它呈现出来，能够引领说，希望能台南有这个风气，然后大家每一个建商、每一个这个企业家有这个社会责任，能够虽然赚钱很好，但是呢付出于社会责任，把地方市政的景观，大家都有责任去把它打造美美的。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也过了10年、20年后，台南的景观完全就变了。变成一个国际旅游城市了，这是我的心意，也希望我能够引领这抛砖引玉，来引领我们这艺术建筑产业能在台湾能够红气起来。对，我们再反观，在国外，你看罗马，在欧洲、英国很多兴盛的国家，他们的老祖宗就很有智慧，他们在赚钱的时候，他们没有把它只有纯数据，他们都把它呈现在整个街景的建筑，对，艺术建筑、住的景观的整个打造非常漂亮。你看我们人生，只要我们出社会第一次要去出国，这一个向往到欧洲啦、罗马啦、去英国啦，这都对他们的文化艺术所熏陶了、所吸引了。所以我们的每一个国家都会去他们观光旅游，就是他们老祖先很聪明，赚了钱不是存银行，他是付出于文化艺术的这个打造。那我们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企业的生命，也是我们当地我们要创造当代文化的责任。因为过去我们在讲的是老祖先的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贡献，但是我们不能在当代，我们永远在假老本啊，都用他的方法，用这样，或者我们就没有这种社会责任，就反正我有钱存起来，那也得过了，我就管他那个景观好不好，退皮房也可以，那个这个随便搭一搭也可以。那这样的话，造成整个我们这个环境啊，就非常这个对整个国际地位是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一个地方跟国家，这整个景观建筑，就等于让你腰挺得直，让你文化就让你有底气，对了，你的文化打造得好，景观做得好，那大家都向往说要到来台南来观光旅游。对呀。那台南这个市民啊，这个是非常荣耀，而且就业机会也有了，人家来这边消费，我们来这边服务他就好，也不用去做用劳力赚钱，我们用服务业赚钱就好了。对。所以我们响应就是说，希望在台南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起点，也希望一个风气，也希望我们刚刚在打造我们豪门束缚的第一期，也就是这种心意，想说回来引领一下，能抛砖引玉，是否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把迪士尼的技术工艺，我说刚刚在讲技术这个工艺，可塑性又高，成本又低，那快速那个效率又好，对不对？那有很多好处又安全，那为什么不用呢？
对，哇，所以今天听到这个简董事长讲到这些，想说哇，真的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承包这么多世界知名的一些建筑的一些算是艺术的一些作品了好，那因为透过这些作品，有更多人来找简董事长，因为他们做出口碑了，而且我相信，因为简董事长本身从小从寒门，然后他创立了豪门国际开发，然后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从小他就是立志，我一定要做好什么事情，然后当然也很用心，都几乎是不眠不休的在努力啦哈。那当然人家可以成功是绝对有原因的。然后现在呢，他在台南就安平这边也盖了这样子的类似，就是算民宿类的嘛哈。对，哇，那真的是有看过的话，你会发现说，真的有那个迪士尼的那个感觉，哇，那个城堡那个外观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刚才简董也有讲了，他希望说呢，身为建商也有这个社会的责任，他希望说，他可以带头，让其他的建商也可以把那个外观，我们现在房子的外观做得这么漂亮，就像欧洲的城市一样。哇，那每个人如果可以把外观做得很美，哇，那你这座城市的文化跟它的艺术就整个呈现出来，大家也想要来这边观光。所以哇，今天真的跟这个简董学到很多。所以在节目的最后，简董是不是把你人生的座右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台湾有更好的比迪士尼更浩瀚的文化产业，这是我们在追求的。包括我们刚刚在讲那个用我们的材料，它可以做很节省的成本，而且非常有高效率的。我们在讲 GRC 的细板帷幕工法，就是细板帷幕工法可以减少第一个鹰架，可以减少绑模，可以减少绑钢筋，可以减少灌南马孔，可以踏帮模，贴瓷砖，这方面5、6个的工艺通通可以节省了，因为用我们的工艺就在工厂里面，就生产铸造出来，就是调到工地直接安装上去。那这样的快速的帷幕起来，而且你要有什么形状，就可以做什么形状，可塑性非常的高，可塑性非常高，而且成本又低又安全。你在工地的这个铸作的这个工期又短，所以因为你看国际，我刚刚在举例，在说了这个澳门威尼斯城堡和很多的工艺，都能用这样工艺做了。但反观我们台湾，对这样的工艺就很陌生了，就没人做了，所以我才回来带动了做我们这个豪门束缚第一期的这个作品，也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有这个机会有这知道这个技术的交流，对，分享的。哇，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简董所讲的那样的技术真的是世界先进国家都是这样采用。对，那我们当然就是说希望透过简董的一些建案呢，在台南推广，然后一直推广到台湾，整个台湾，我们国内呢可以用这种很棒的技术，其实又省钱又环保，然后又省工时，哇，真的是好处很多其实我们的工艺也非常环保，因为我们是把那个不要的边角料。石头人家开采完了，要的大的都拿走了，剩下那碎石边角料，我们就把它萃取我们要的规格，然后这个规格之后，从我们的技术跟配方，然后用模具把它喷涂，把它导出来，脱模之后，就整个这个石头是还原过来，就变成一个2公分薄壳的一个造型的，这样看起来就是一块石头打造出来的，而且这样的环保的这个循环经济，我们应该去推广、去响应，而且对整个这帷幕工法，也是对现在人工需求、人工困难，这个找人工不容易，然后用这种快速的帷幕工法是最好的，最经济、最安全，而且是效率最高的工艺了。好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简董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很多成功的经验，谢谢简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好，那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时下直播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